半年死清光，公屋空宅心慌慌啊！發生一家4口滅門慘案嘅呢個單位，折咗1500蚊個月都唔使，你敢唔敢住呢？你或者唔敢，但有7萬個冇殼蝸牛可能都敢啊！房委會最新一期特快公屋編配計劃，成1500個單位名單尋日出爐，除咗包括以上大約150個傳統嘅空宅，仲有啲騎呢啲嘅，好似觀塘順天村呢個4至6人單位，半年之內全部住客相繼離奇過身，但房主就強調佢哋都唔係喺屋入面死嘅，仲有好多分佈喺全港各區。因為有啲人係唔怕鬼魂嘅話，咪嗰啲入去住嘅話冇問題㗎。子彈道原來你大四角安個家神喺度嘅，即係安個地主喺度嘅話，就可以幫到佢多啲咯。師傅話搬入空宅之前要考慮自己接唔接受到，唔係疑心生暗鬼盞搞㗎咋。其實又唔係個個單位都咁多人驚嘅。樂華南村有一個寫明係因為鄰居脾氣古怪，曾經襲擊其他住客而被列入不受歡迎，而有啲只係因為近垃圾房冇 lift 或者有白蟻問題。房署會按單位嘅空置年期提供最多1年嘅半租優惠，最平1100蚊就有交易。但如果你睇完有興趣，就要等下啦，因為今期有成7萬個申請，抽中嘅最快後日揀樓啦。